见过儿媳妇，不晓得外甥女儿看起来怎么所想？怎么李姑娘来了？真的来了吗？哎呀，不来此了，不来此了！哎呀，老叔叔，不来此了！昨日泪洗下场，今朝平心对他。我深深啊，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大佛，今生所谓法子，你就叫他一声孟老子去好领老祖宗，即使你二嫂子养您换作王熙凤，见过儿媳妇，起来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鲜花爱我一场梦面是家，四子妹妹的人儿天下上，哪想过老祖宗新结的外甥女，分明是牛天心了红白道，怪不得我家的老祖宗在人间悲惨快呀！哎，只是我妹妹好命苦，不马天就去世早。我一天吹雨放在笑里，何必夜中落烦恼？妹妹，送香送香！妹妹，你是来到这里了？就当作分儿姐姐在花中，这家中是你家中头。你要钱要不吹成风，谁会说告诉我心呀？见儿嫂子提醒起来，你们快找当嫂子上李姑娘带来的人洗洗去吧。妈妈姑娘才不来。对哟，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太蠢了，却把我身边的那个四川丫头却了得有好使唤。老太太真是想得周到。见过李姑娘，老祖宗，李妹妹的儿子我已准备好了。这倒不必了，却让他暂时住在这里，和我靠得近一些。等过了残冬，到明年春天再做安置。哎呀，李姑娘一来，老祖宗就离不开她了。
有这一切也是后母了。叔叔，妹妹，请坐。妹妹，真名名花对哟。表示你不是。妹妹，你有牛没有啊？我没有牛。你那块牛也出现喜欢是吧？现在人人都有。什么喜欢的东西？人的高下不生，还是灵不灵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叶长，你生气要当骂人很容易，何苦去塞你那敏感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怎么去嘛？今天连那神气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估计不是好东西。哦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朋友，快带上！不要，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朋友，当心你跌死的！快带上！兄弟，快带上！老祖宗不是常使你吗？这富贵家
兄弟，那我先走了，好久不等他了。那我送宝姐姐出去，请。宝姐姐，你的衣服穿得好香啊！我最怕熏香，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香呢？那是什么香呢？像是我早上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，那么好闻，今我要不要尝尝嘛？你语问老了，呀，怎么好下去呢？这香气好嘛嘞！
看到他一个伤
单边的吧？好妹妹，我上次当你皇帝嘞，看见你又在做这些，哎，你说我想的送给我好不好？那可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哎，你我说我想的，我也送你个好高兴呐。这是我今晚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呀。什么吹得着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贝，我要香贝，哎，香贝，你要一个香贝，那很容易。皇室请个乐手为替你做了，剩下的我欲为主，欲为邪，还有什么金的、玉的？你又来了，我们两个一出去，一上菜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谁来的呀？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你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天气分明冷了一些。你穿得这么大的，为了冷了，怕又要伤风了。快，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大。请问，你真的要走吗？你只要从亲王府盗贼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把生死儿子子子都为，却什么都不怕了。你再也不要唱戏了，我再也不要受人欺负了。做戏子，天前有时平我，开
对不着了。阿姨，这是奇怪，谁生之法？亲爱的，谁之心？奇怪。
也。就是小弟被你，他到底都要些什么说？听着他了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，也了些精致的淘气，但你可要信问你的屁事，只有这不上进的算账是，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快不下去脱俗！是。王府里有着哪些老爷？快快有请，是有请。不知他人驾到，有谁可以放请死？启官，启官，他人请。只需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不好，不好！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警官，乃是我王爷新来的，时今3、5日不见回去，是次行走无常，听臣内终身传舌，期望于琳琅保佑，相交甚恨。去也是领导的此君老先生专制领导，请将机关发为一则我们王爷奉恳之意，哪人嘛？以免下官求命自
小将父死里作淫之者，富贵功名之家，今成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
做汉子的关键，也为的是永中养中人。让他说此话，做汉子的似乎担当得起。呸！我不知这样一句话，你就担当不起。你那样的班子，难道保佑就经受得起吗？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那不友好、不争气的孙子哦！老祖宗。老娘，八爷他在吗？俺已经睡了呀，是宝娘来了。宝娘，快些进来坐一会吧。先生，你还在忙啊？兄弟，要是没有你的细心照料，只怕水上一伤，就不可能好得那么快了。宝娘，你坐一会，我去倒茶来。不用了，你坐一会，不用了。什么话呀？我让道士的话是我心的。什么金月两月，不偏什么在姻缘。宝姐姐，是你呀！宝兄弟，身体可大于了。多谢你前几张，我写好了。想必你来了许多时候了吧？我刚说一位，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来听你骂人的。哎呦，是真的吗？我怎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我们就不谈它了。我一来是望望你，二来嘛，听说你近来遇中了几首心事，倒想来摆弄一番呢。是，倒是做了几岁，总不见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可以评论一下你。那么，请到里面来吧。宝姐姐，请。什么本姑娘、北姑娘，于是那是跑来去手掌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。
啊。
钱都包起来了，我觉得有点怀
穿得这样干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？宝二爷，与我们说话归说话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！一年大，两年小，就生儿了不尊重，那些文章的事都会在背后说你的，你却从不留神，还像小水一样的以为，这怎么使得你？况且姑娘已经吩咐过，叫我们不要无理设想。你看他竟然怨着你，怨你，还怨不起你。宝二爷，你生我的气生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。唉，是的说了，讲的讲了，走的走了，前面你们现在的都不理我了呀，想起这些我就伤心起来。宝二爷真是多情之深，我只觉今日到了死堂一死，放一半后连堂一连。子娟，你在想起什么？我在想，啥一天一两夜我在这里吃惯了，又为自己家去，哪有许多钱吃得了这些礼？谁要委屈啊？你的林妹妹为输在自己家去呀？你呀，你说什么话来？两在把牙和把月，妹妹是少女暖人好情，哪怕临幸还生女，千里之
万事趁早，借宝玉争良气，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。什么的从一从西，并也就好了。我也正想到这一层了，这是老祖宗，太太眼前不是正放着天配的姻缘吗？在哪里呀？一个锦书，一个宝玉，老祖宗，你怎么忘了呢？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条宝
当作我的情。
你先去吧。等生死了，我们四川会出来听个试婚的。这是林姑娘，我也可起名。紫菊姑娘，你这话得50道似的，可怎么去为凭上头呢？陈妈妈，你怎么去为兵上对身？紫菊姑娘，紫菊姑娘，紫菊姑娘，我也是长命才去，更不由己呀。好吧，就让雪夜跟我走吧。什么？一个都不去，上头是少不过人的。姑娘，
心里早有你看不完言。到时情风尘可把心想，拖拉可怜我伤心不管梨花心，曾记得以后愿擦了悲白郎，这里是什么安心也不必。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安添，我为你是彩的梦里曾想念。
哎。